各位乡亲，早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29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新竹的清华大学拜一的时有接到通报，讲学校内底防空炸弹，去清查了后，证明讲是有人挑工咧创治。想袂到昨昏学校阁收到教育部的通报，讲有收到恐吓批，讲查某便所内底嘛防空炸弹。警方是赶紧赶到学校进行全面的搜索，并无发现有危险的物件。严格学校即马为着安全，决定要先暂时甲餐厅、图书馆、体育馆拢关起来。学校内有正不安的气氛，警察伫咧便所一个公共区域大范围地毯式的搜查，查看是毋是有可疑的物品。清华大学立即接到部立部的通报，全面清查了无找到，一切拢正正常。无想到讲，离背学校阁接到恐吓批，讲部立部放伫咧查某便所。下午2点，教育部的校安中心又在通知本校，有养蜂疑似的恐吓信。那本校一样不敢轻忽，所以校长就成立了紧急应变中心。学校讲这批有可能是有人挑工创治，因故有员伫咧教室、餐厅、宿舍、体育场馆等所在进行清查，确定拢正正常。因故伫咧也无掠到假恐吓批歹徒进前，决定先甲餐厅、图书馆、体育场馆关起来，较卖规定人做伙。那这期间为了避免群聚，我们也暂时关闭相关的一些公共的场所。那希望这个发这些恐吓性的歹徒能够尽快被找到。警方分析，清代恐吓事件甲最近透过网络言论恐吓旅游运输系统的手法正共款，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做的。目前已经报请新竹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希望让学校有一个安心的学习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引起讨论的新闻，这是桃园互人掠到的东非狼熊，尾也煞翘起，而且身躯阁有吊枪。一开始风声是新竹县政府派拉人的，也毋过新竹县政府伫昨昏专工开记者会，强调因敢若问拉人要安怎掠，会当提供甚物款协助，并无叫拉人去开枪。27叫枪支弹死的东非狼熊，新竹县政府敢有叫拉人去甲开枪？县政府2月早起开记者会背会，讲过去这几天为着掌握狼熊的位置，农业处参桃园市府双方有咧联络，因为狼熊愈来愈靠近新竹县，才会成立紧急处理小组，不过绝对无委托人性拉人去现场开枪。新竹县政府在这里重申我们并没有委托林姓猎人来做这一件事情，况且案发地不属于新竹县的管辖。我们当初跟林姓猎人联络，只是请教他因为猎人比较知道动物的习性，我们只是请教他如何来诱捕，如何来怎么样请他协助。结果我们在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在围捕的现场。新竹县政府也提出赖通联记录，内容是县政府人员甲拉人咧讨论麻醉枪可能使用的方式。讲因是按算等那狼熊后来真正入来新竹县，再看状况，请对方来协助。我们询问的时候，很清楚的跟他讲，就是麻醉枪，到我们的处理的，如果到新竹县的话，我们处理的方式会使用麻醉枪。那麻醉枪大概到时候会请他协助。另外传出林姓拉人在现场有得到六福村动物园兽医的授权，则开枪的讲法，六福村嘛否认，而且说来暗算对拉人提出告诉，嘛希望两者背后清到底是虾米人授权开枪。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到底是虾米人授权开枪？目前警方正在调查。那掠人熊的画面嘛引起动保团体批评，讲因是咧乌白母，因为拢无标准的程序。确实讲，咱即马国内目前并无掠动物的标准做法。也毋过台北市立动物园因家己有发展出一套 SOP， 现场爱有人指挥，嘛爱尽量莫去惊着动物。消防车早起11点到台北市立动物园门口，经过消毒了后，人员将死亡的狒狒，也就是狼熊送去电工架短暂扫描检查，初步掌握是母的东非狒狒，宽60公分，14公斤重，身躯有3只伤痕，倒形坎，正面较只偏，正面较层配部镜片，年岁还佫较近。我们接着会送到嘉旭卫生试验所去做一个死因的判断。
最近这半个月，这只人形正做全面焦点，最后煞死伫情之下。微博过程通市农业局承认有疏失，向外界鞠躬回失礼。原本伫附近拿宝外来找对的人，为什么走来现场抓人形？还佫讲，伊向人形骗物件，可用电快刺激，所以动保处人员无挂手笼护具，空手就抓人形的手骨，抓了后也无进行验伤。动保团体批评，真是无知识乱糟糟。完全不了解任何动物的行为，那接下来整个现场你也没有专业的配备跟工具，整个现场人员的布置分配是什么？真的是荒腔走板至极，就是这个不像是一个已开发国家会有的野生动物的救援的专业的行为。过来微博动物到底是不是有 SOP？ 台北市动物园自创一套定期演练。动物警卫伤过济，万一逃走，会指派现场指挥官、兽医保育员派兵，准备好麻醉剂。药毒组负责疏散游客，无共款动物有无共款的应变方式，未吓惊动物，时时做好反向联络。主事主管会是优先的那个统筹指挥者，各司其职的在不同的位置来准备。视讯媒体啊平台那么的发达，那也都可以来做横向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也是大家彼此可以精进的部分。台北市动物园表示，这套模式无一定用套用伫恒淮进行，因为难度搁较悬。台北市动保处表示，要制定 SOP 套用伫所有动物并不简单，加上动物会逃，为封锁线执行有困难。动保团体认为，对已经死的人形献花鞠躬，对保育无帮助。好好追究这个管理漏洞甲疏失，这是对伊的死亡表达真正的反省甲歉意。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咱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日会出国去访问友邦，而且会过境美国。若针对洪都拉斯伫即个时机甲咱断交，外交部是怀疑讲，这是中国伫背后塞人。若即马双边已经断交，双边的合作嘛已经隆重动点。咱台湾驻洪都拉斯的大使馆，嘛会伫30天来撤离。点头第二，总统蔡英文接见日本华侨总会，肯定日本交界是台日外交的重要推手。也毋过最近洪都拉斯外交转向北京，甲咱国断交，美国国务院无愿意加讲这件代志，今时为着打压蔡总统出访，即表示这是洪都拉斯的主权决定，强调蔡总统过境符合美国长期的一个中国的政策。This is ultimately a sovereign decision.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our engagement with Taiwan in line with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我们怀疑台洪断交的时间是对岸有意操作。总统出访从事外交活动是主权国家的一个基本的权利，不容任何国家指点、论断，也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施压与破坏。巴特尔也提醒外界，中共定为着换外交承认做出约束，煞无兑现。中国是积极向伫台湾留学的韩国学生下手讲，只要有意转到中国学习，中国愿意全部接收。那咱国外交部表示，为着重视人权甲人道考量，会尽量减少对韩国学生的冲击。韩国与我国断交之后，台湾奖学金仍会提供到这个学期结束。我国也会提供学生单程的回国机票，尽可能的减少对韩国学生的冲击。台洪断交了后，洪都拉斯真紧甲中国建交，咱国外交部宣布停止双方的合作计划，撤离相关人员。洪都拉斯政府也下达撤馆期限，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馆需要伫30天内撤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外交部伫昨昏嘛宣布，斐济共和国对3月15开始，甲咱驻斐济的代表处改名做中华民国斐济商务代表团，而且有准邦交国的外交特权。咱外交部是表示肯定，嘛表示感谢。斐济共和国政府呢决议恢复我国驻斐济代表处原有的名称——中华民国（台湾）驻斐济商务代表团。斐济3月15开始是恢复咱驻斐济代表处的名，而且会当有外交特权。外交部对这是肯定和感谢。过去中国捌向斐济的前政府来施压，在2018年，家己甲咱的代表处改名做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经过咱的拍拼，加上斐济伫大选是亲民主的阵营执政，决
决定要开放咱代表处的名。中国含斐济互商贸主管2020年是发生中国的外交官弄入咱的代表处拍人，迄当阵的斐济政府是简单处理尔，即么正名敢代表对台湾和中国相同承认。现在新政府在选举前是反对党，所以他们事实上一直都是比较亲台湾的。那在他们选举之后呢，完成了政党轮替，很自然的恢复我们当初所享有的名称跟待遇。一般人所认为的双重承认，是一方面正式跟中国大陆有外交关系，另外一方面跟台湾有外交关系。我想是县政府对我们做一种友好的表态嘛。前外交部长丁建仁认为讲，台斐的关系敢是相当承认，即马搁爱看中国的反应，甲后壁的发展。斐济主要出口的是加工食品和饮料，主要进口的是汽车和机械电器之类的。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前总统马英九是伫中国祭祖，昨昏伊头一个公开行程是去南京的中山陵，而且搁伫现场写和平奋斗、振兴中华这8个字，嘛讲避免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同的责任。向国父孙中山先生敬献花环。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的名义向孙中山献花致敬。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陪望，第一个公开行程就是去南京中山陵。现场搁写和平奋斗、振兴中华，日期甲过去无同，用民国纪年来落款，创新历。发表讲话时阵，自称马英九前总统也搁讲到中华民国，盛盼两岸共同努力，追求和平，避免战争。致力振兴中华，这是两岸中国人不可回避的责任。人伫外口咧等，下手挽救2下晡参访南京总统府，即嘛是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看到孙中山遗照，佮翕相留念。孙中山先生比我大98岁，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我在这个2008年。也是差了这个96年。所以去参访8个基，即嘛是江苏省甲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马英九也勉励台湾学生拄到侵略时阵，爱有抵抗侵略者的勇气，甲牺牲奉献的精神。了伫纪念饭店甲江苏省委书记心中心见面。用交流来取代对抗，用协商来取代冲突。我也希望大陆方面能够多认识台湾人的心理状态，一直坚持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两岸交流交往，我们对此深表赞赏。这是马英九日前到上海，由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凤接机，毋是外界有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丁世雄，战局落差引起哀怀批评。非常满意，超乎预期。大陆的民众呢也对我们非常欢迎，这是个好现象。我们回去之后会把他们的好意转达给台湾的人民。马英九自9早起参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下晡一直高铁到武汉，暗时会住伫遮。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是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东北部温度会回升，也毋过同款有低渐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中部嘛开始落阵雨。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日是东北季风减弱，温度比昨昏较小落，各地低温大约是17度至20度，若北部的高温为23度至25度，其他所在今仔日高温是26度至31度。也毋过下暗开始有锋面的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全台湾阁会开始转做有低渐阵雨的天气。若南部是侪云，北部的温度嘛会小可下降，各地温差拢会变较大。若伫今仔日西半部是高大雾，而且云较低，会影响能见度，乡亲爱细致。镜头来云林的蒜头产量占全国的9成，因为烦恼刷落来的落雨，农民已经开始赶要收成。因为今年欠水，加上有寒流，而且各大拢无透南风，农民就表示今年的产量会较少，而且蒜头嘛变较轻、变较细粒，产量大约减1成。
启动的农民透早起产2万蒜头，不过今年受到雨水少，加上蒜头结球时间长着寒流，地区加温时间伤过长，买手南方较晚来，蒜头变怕心。虽然蒜头看起来正正常，不过重量减少，农民也讲这产量确实有减。伊的蒜头的产量1分地分者，怎啊2000斤至1800多斤尔啦。我的产量嘛低，但是这就是带动这个南方慢来，个蒜头迄当阵咧成长的时阵，无雨水。当地蒜农表示，用过1分地会当收3000斤的蒜头，不过今年因为较细粒，加减会影响到产量。启动农会也预估，虽然产量因为气候减少，不过品质未受到影响。今年的气候上，南风较慢来，所以在南风下来的期间比较短，它那个节头就比往年还小。可是它的节头上是比较小，那产量也比较少一层，可是节头上品质没有受影响。启动农会表示，今年淡的蒜头产地大挂1斤是35块，不过线背1斤是50块，许多农民唔通遐着急，就要来家采收。不过这气候稳定，菜叶类成长真紧，高丽菜最近价销是大落。云林县政府也结合农会办各种的活动，鼓励消费者就要加食当地时的高丽菜。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今仔日是3月29青年节，有人力银行昨昏针对39岁以下的青年进行劳工生活工会调查，结果是显示超过2成有22.1%的人无存款，这个比例是5年来新高。因为钱变薄，加上银行升利息，生者就无够，无法度曝光。那就算有再条欠着钱，存款嘛，敢若是伫12万左右尔。来关心《自由时报》。咱国内消费申诉的案件连续3档拢超过7万件。根据行政院消保处的统计，去年有受理70626件，其中锁定游戏买点数这款消费的纠纷上介多。那运输类亲像伫外送平台加收费用引起消费者不满的，即马这是占第2名。来关心联合报，健保的部分负担新制度第1阶段会伫7月份开始实施，门诊的费用、急诊的部分负担拢会改。去医学中心挂急诊的部分负担是750块，地区的病院是400块，地区的病院也是基层的诊所是150块。新制度实施了后，去医学中心、大病院挂急诊的部分负担，加上挂号费、药费、里扣加起来的一抓费用，可能要超过1000块。继续关心，咱国内即马个新增加5个高主的病例，有4例是本土病例。面对高主的疫情，即马有豆豆在升悬。疾管署昨下晡时表示，会追加咱政府会追加采买1万吨的高主预防车，上紧这礼拜会送到台湾，4月15之前就当启动第2阶段的登记。二北疾管署阁公布国内高主新增5个案例，分别是湘北、高雄、高雄4例，另外1例是日本境外移入。到达累计有21例确诊者，而且新感染的案例参进前的感染者无关联，疫调愈来愈困难。网络媒体上面对于这个猴痘个案的这个一些讨论，事实上都加深了我们可能在做疫调上面遭遇到的一些难题。那猴痘个案其实住院也会担心说自己因为讲的太多会有隐私曝光等等这些问题。不过最近才有因为高主隔离的病人伫面册扣员工，怪甲根本挡袂掉。这期进前出院的病人上第7天，上长37天，到底爱关偌久？标准是啥？疾管署表示，这礼拜5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自主管理事项。目前的出院标准也是看皮肤的病灶复原的程度决定。疾管署嘛宣布，4月19之前就会开放第2阶段的高主疫苗的预约。很可能应该就是在这个清明连假的下一周会开打。那我们这次不会像上次一样，就是早上宣布，下午就开抢。疾管署指出，追加采购的1万罐高主疫苗，预计上紧拜4到会。另外，高主第1阶段的疫苗，统计到27已经有582人来注射。目前登记的拢有来自，估计疫苗已经无剩，刷落去注射的据点嘛由现行的8搭，拓展到40搭，各县市至少有1搭。记者调查台北采访报道。
即阵咱国内欠技能，即嘛影响即嘛咧学讲做糕啊饼、做技能糕的这学生囡仔，因为无能，因着爱减少练习。加在尾啊，有中华的业者赞助技能。另外，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时表示，进口的500万粒鸡卵，今仔日开始会送去超级市场甲大卖场，互民众伫清明进前拢买有卵。学生表示咧拍鸡卵，南投县中央高中烘焙班为着比赛认真练习，毋过最近欠卵阁起价，就要再咧用，无法度持续练习做鸡卵阁做胖。中华宝岛鸡农知影消息。慷慨赞助2大拿鸡卵，但是知道蛋很贵，所以我们就是在练习的时候会很那个数量会很节制，然后现在有蛋卷款，然后我们就可以练习的更充分。这个小朋友为了要比赛要学技能那我们愿意帮助这些小朋友做一些事情尽一点微薄之力。国内持续欠卵。正做立法院文政的重点，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讲，按澳洲、美国、泰国进口的鸡卵，500万粒卵会直接送超市卖场，优先提供民众，29就会开始配送通路。气候跟禽流感造成国内的蛋鸡生产大幅度受影响。第二个，我们全力的透过专案进口，也跟委员报告，明天开始分配出去。大卖场家乐福证实，进口卵特别到位。主要有2种规格，也那是实际数量来源国定，目前也无法度公开。明天预计会到货，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货的时间，因为农委会是把进口的蛋分配给那个期选业者，所以我们是有被通知说明天开始会陆续到货。农委会讲，进口卵爱计税计紧，民众会当伫清明连假之前买到进口卵，计小照摆价。大概是65至70块左右，一盒10粒，是毋是会当满足市场需要？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先来关心一件悲剧，这是墨西哥的华雷斯城一大移民收容中心发生大火，造成40个人死亡。听到救护车内面的红色救袂大时阵，外口的牵就是口甲徛袂在。Me dijeron que me los iban a dar y ya cuando se hicieron las 10 de la noche empezó a salir humo por todos lados, empezaron a salir todos corriendo y a los únicos que dejaron allá adentro encerrados fueron a los hombres. 话美国边境的墨西哥华雷斯城这个移民拘留中心外口摆骨了10具尸体。墨西哥国家移民局讲，这件火灾造成重大死伤。导火迄当阵有68位来自中美洲甲南美洲的查甫人飞入内底。Esto tuvo que ver con una protesta que ellos iniciaron a partir, suponemos, de que se enteraron de que iban a hacer. 墨西哥检察总长办公室发声明，讲移民当局确定死伤者来自瓜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其中瓜地马拉上罪。El coyotaje no es permitido en Guatemala, es un delito y nosotros tenemos Ucrania la inflación del país, lo que acrecenta también la migración, sino también tenemos que reconocer que los cambios climáticos. 在进前几礼拜，华雷斯城当局甲移民之间的关系正紧张。移民中心拢溃满，大家拢希望会当去美国。有超过30个移民庇护所甲其他的倡议组织，第3个催告发一张公开批，讲有人伫这段期间被定罪，指控当局虐待移民，掠人的时阵伤过暴力，抑搁伫咧路的行，无缘无故就互警方判查身份。3个催几600位以委内瑞拉为主的移民，听信谣言，就是讲美国将会放因入境，想要强行通过一座国际大桥入去美国德州的阿尔帕索。迄当阵，华雷斯城的情势就正紧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西方国家有答应要提供乌克兰军事武器，那这武器嘛已经陆续送到位。27日是乌克兰有收到几啊台英国甲德国来战车，德国即嘛宣布，伫年底之前应该要送出80台。乌克兰的军队安排真久的春季反攻，即嘛已经准备好势。那俄罗斯这部分，俄罗斯的军事演练的期间，伊是对日本海发射2粒超音波的反舰飞弹，引起国际上的关心。
西方各国武器支援陆续到乌克兰，乌军部署已经真久的春季大反攻特别准备好。乌克兰国防部日前宣布，已经收到英国提供的挑战者自行战车。德国表示已经送18台巴级战车，了后佫会送佫较济予乌克兰，会由德国、丹麦甲荷兰共同支付战车修理费。目标今年热天进前要提供第一批15台战车，年底进前佫送80台，而控制4年是送至少100台8-1的5战车。Wir stehen an der Seite der Ukraine, die wir politisch, finanziell, aber auch mit Waffenlieferungen unterstützen und ganz besonders auch bei der militärischen Ausbildung. 当时，瑞典甲芬兰加至8月时间有新的进度。原本匈牙利甲土耳其都无愿意批准两个申请。匈牙利国会日前总算用180支赞成6队反票批准芬兰加入，土耳其表示会赶紧批准。不过，对于瑞典的申请案件，两国拢无愿意放零。 Of course, we see and we understand that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of Hungary is against EU and against NATO and pro-Putin. But still, the security of the Hungarian people is very important. And Finland and Sweden joining NATO, we're going to be stronger. 另外，俄罗斯向宣布，俄军伫自备军演的时阵发射2粒超音速反舰飞弹，成功拍中伫日本海上的无击目标。外国媒体报道，这个飞弹是伫苏联时代突破啊，用吹飞110公里以内巡览。一礼拜进前，2架营炸核武弹头的5个战略轰炸机，才伫日本海上空飞7点钟，无前一方对俄国发射飞弹的代志暂时无回应。公司新闻杨间编译。 来关心劳工，德国运输业的劳工是因为物价起、薪水无起，要求加薪水。礼拜一的时发起大罢工，铁路、飞轮机全拢无开，交通白顶白动，有几若100万人受影响。另外，伫法国即马是因为反年金改革的抗议继续咧滚价。巴黎卢浮宫日前嘛因为员工罢工，所以无开放参观。 伊伫本边啊、人机啊，德国公共交通运输业员工8日集体大罢工14点钟，要求做放假薪水，因为因已经被物价跌价未喘开。Wir fordern 10,5%, mindestens 500 € und dieser Mindestbetrag ist uns auch ganz besonders wichtig, weil gerade die unteren und mittleren Einkommensgruppen von der Inflation überproportional stark betroffen sind. 铁路、飞轮机船只8日全部拢无行运，数百万旅客受影响。部分民众走到车站想要坐车，所发现的车帮处拢停驶，唔知要做何是好。 Jetzt gerade könnte ich ehrlich gesagt einfach nur heulen, weil es einfach nur furchtbar aufregt. Dadurch, ich meine, ich verstehe das und es ist ja auch gut, dass man streikt, aber ich habe in letzter Zeit wirklich sehr viel Pech aufgrund der Streiks gehabt. 德国2月份通膨率9.3%，工会要求至少加薪1成以上，资方是提出2阶段加薪5%。另外，个外加100附件提案，不过遭到拒绝。工会已经表示，若资方无法度满足因的要求，无排除无限期罢工。 因法国当地反年金改革抗议，炭烧甲巴黎有名的卢浮宫，反退休改革民众支持，伫门口口求布条啊阻止游客入去，官方只好关门一天。 Déjà, je suis désolé que nous les accueillions dans ces conditions-là. Après, la question sociale en France, c'est une question qui malheureusement est commune à tous les pays européens, particulièrement européens, mais tous les pays occidentaux. 游客和示威活动冻伫外口，真侪人干用伫门口翕相留念，正失望离开。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译。 安尼伫以色列冒抗争，因为以色列政府要推动司法改革，也毋过说受人质疑讲，这是因为呢总理纳坦雅胡想要落权，要甲手伸入去司法，所以嘛引起以色列全国大罢工。落尾纳坦雅胡伫即马已经先宣布讲要完成这个改革计划，也毋过示威的民众认为纳坦雅胡就是一个变色仔，虽讲要暂停，也毋过心内敢若是想要安打民众尔。 进步竞赛下水跳，被赶伫咧特拉维夫大路顶示威的民众，也毋过反司法改革的民众继续会着以色列的国旗大声喊，甚至放火烧物件。一国家支持世界民众互相对峙叫骂，警方是开始动手抓人，避免冲突扩大，场面正混乱。
以色列几落天来大规模示威加全国大罢工，造成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飞机无法度起降，商店、银行甲病院也暂停营业。国加上反对苏改的国防部长格朗特、20号总理纳坦雅胡停职，造成抗争愈来愈激烈。也表示着纳坦雅胡总算伫咧27号宣布暂停司法改革法案的二读加三读的程序，一直到以色列传统的逾越节4月13结束，才可进行协商。讲无愿意看到以色列发生内战。אסור שתהיה מלחמת אחים. כשיש אפשרות למנוע מלחמת אחים בהידברות, אני כראש ממשלה לוקח פסק זמן להידברות. 纳坦雅胡要推动的司法改革计划，和反对者认为将会大幅度减弱司法部门的权力，和政府对法官的任命有更加侪控制权，并且限制最高法院废除法律的权力。虽然纳坦雅胡已经暂缓立法的程序，不过伫咧路的抗争的民众认为纳坦雅胡未信任的，将会继续抗争。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的检方是指控讲，去年11月中，全世界第2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共同创办人，嘛是执行长的班克曼弗里特，提美金4000万，差不多代表12亿，向中国官员讹洗，互美国的检方即马以13项罪名起诉。继续关心英国，甲北爱尔兰的恐怖攻击对重大提悬到严重的级数，代表真正有可能会发生恐怖攻击。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后个月就要去北爱尔兰访问，即马对伊的行程可能嘛会造成影响。继续关心韩国和日本，最近即马关系虽讲有变好，毋过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的外交部讲，日本的国校的教材课本内底，甲韩国叫做独岛，日本叫做德岛的这个所在，讲是日本自本独有的领土。韩国的外交部是批评这个所在是韩国的领土，无法度认同日本这款做法，要求日本爱改。继续关心2023年世界青少年的亚洲联锦标赛，咱台湾队传出好消息，这是咧高雄读乐德高中2年的潘幸珍，摕到49公斤级青少年组的体夹、体举、甲掠举，还有总重量的3块金牌，而且拍破咱全国的纪录。调整喘气，甲重练对顶悬举起哩。中国的发响声是真大声。高雄乐德高中高2的潘幸珍代表台湾参加2023年世界青少年举重练比赛，摕到3面金牌。很开心，努力那么久了，终于拿到这块牌。能够伫阿尔巴尼亚，潘幸珍是透过线顶放送，感谢学校和每一个教练。伊伫49公斤级的青少年组摕到掠举73公斤、挺举90公斤，和综合163公斤的3金，破全国纪录。恭喜你啊！我也想你。这年远去到外国去比赛，和妈妈线顶放送的时阵，虽恢复囡仔式一直塞奶，仍是细粒子无到150公分的潘幸珍，国一开始举重练，煞伫国3升高1的时阵，有着想无法度接受训练，但是伊无想要放弃。他没有跟我说过他想要放弃，他只有一直问我说要怎么样可以让他的腰好快一点。常在贴药膏，或是常看医生，真的很心酸，很。舍不得啦。看到查某囝成绩遮好，爸爸妈妈真骄傲，但是嘛真唔甘。破甲3个查某囝拢练举重练，即要读欧大国中1年的细汉查某囝潘美金，同款是举重界的新星。厝内环境无啥好，伊拢希望用奖金来减轻厝内负担。练得非常的晚，他知道唯有练习哈，然后让他得到更好的成绩哈。他希望拿到更好的成绩，拿到一些奖金，可以改善他的家庭呢。潘幸珍真拍拼，阁有决心，想要创造家己的人生。教练嘛对伊真有信心，希望伊伫刷落来全中运，拍破全国掠举纪录75公斤，创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无心句的查某选手林玉婷，这竞赛是因为无通过抽血的性别检测，伫颁奖典礼的时所雄雄互取消，伊摕到铜牌资格。伊昨昏倒来咱台湾，讲伊是头一届拄到这款情形。咱的体育署是表示，咱政府已经有安排要定鉴定，时间要1礼拜以上，较真细节了后才会对外说明。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女子破线球世锦赛，台湾9个选手加对一员以被中岛登来台湾。受林孝廷遭国际群众用受病生化指数无正常为理由取消铜牌影响，林孝廷甲教练曾志强一度面色震动，受访时拢先强调，大家应该将焦点放伫夺金的黄晓雯。现在看到这个阵仗比我拿到世界冠军还要大，有点震惊到我。现阶段我觉得应该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小文的身上。既然我个人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林孝廷无奈表示，第一摆拄到这种情形，家己也无清楚，佮对问也无法度提供。教练表示，进前参加亚奥运这国际比赛拢无这问题。在接受性别检测无通过通知的时阵，有提出请求，大会并不接受。在行政程序上是有一点瑕疵的。那我相信，应该是不是禁药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因为我们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破线球协会指出，顶一届世锦有做成定检查，这一届世锦技术手册拢无讲到，到当地技术会议才讲到有禁药加性别检测，而且选手免拒绝，安若无设计。林孝廷3月16日被要求性别检测，所以去比赛一直到颁奖典礼进前才被告知报告无过，遭到除名取消铜牌。报告已经由林孝廷早登台湾体育署的协助进行性别检测，重新鉴定。安排性别检定的一些重新的鉴定，那这结果可能需要1个星期以上，所以还是这边请大家先不要做过多的预测。到底都一寡所在无正常，因为牵涉个人因素，教练甲体育署无方便对外说明，也强调结果出来至少要1礼拜以上，请大家唔通黑白休。即嘛是照顾选手的身体为主，已经安排专属的身体咨询老师，甲林孝廷见面会谈。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军最近是日头出包，经过调查，即马阁有庆功胖件啊！这是海军陆战队662逼出 T75班用机枪的有备庆功胖件。海军表示，已经成立专案小组，等待调查。海军最近一直出问题，连续逼出点45手枪，被人换做模型枪。陆战队胖件 T90步枪枪机，国防部长柯国正正生气放动会，要甲人抬头。副部长毕鸿辉而且也强调，经过清查，并无胖件问题。不过陆战662都查出招 T75班用枪机有备庆功，和国军将无民主。整个案子呢，也移送了这一个司法的这个侦查，并且呢来加强相关的管理跟管制我相信呢是这个调查结果一出来呢，一定会严加的处理。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将本严肃坦诚态度，全力配合司法调查，并深切检讨，严予究责，绝不宽待。海军表示，发现有招有备庆功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以上司法侦办。因为谴责军机予人害头，被证是武器装备，结果发现6000个人，安尼军机要哪去战争呢？民进党其实在处理国安相关的问题、国防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轻重没有拿捏得很好。T75班用机枪是国产轻机枪，夏天800公尺专家表示是步枪片基本标配，上臂部队、后臂部队拢有利用，也透过现在高调和后臂军人下级训练。子弹射击打靶的时候，你的光一个弹壳，我们就要清点很清楚，那表示其实国军非常重视这一个部分。现在这样还是利用这个清查的方式，的确找到了这些，那是不是还有没有找出来的地方？到底缺了没有？到底丢了没有？到底是不是丢了又复还又找到了？那到底是什么回事？是狭怨报复呢，还是内部管理的疏失，还是纪律的废弛？我认为还是主观这些方面的内部的管理、领导统御出了大问题。伊指出，海军陆战队的纪律是真出名，最近煞军机涣散，南部其他部队螺丝未松起，因为国军爱重视纪律。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的看守所有一个伫外役家教自主作业的受刑人杜俊伟，27下晡去农场做事的时，和人冤家相骂，甲对方拍着伤了后，抢走对方的车，全选去。警方即马已经发布通缉，目前发现伊先走去高雄，尾也阁转去屏东。警方即马嘛呼吁民众，总共有看到人爱随报案。
被害人倒伫病院面甲手拢有伤，屏东看守所受刑人涂俊伟27下晡去一个农场的水稻部做自主干活作业的时阵，甲内蒙部的员工发生冲突，竟然将人拍伤，抢走锁匙，开车向高雄逃走。受伤的员工随后送送去病院。我根本也无熟悉啦，我就甲问讲，啊你太穿迄布鞋落来，啊种水安尼啦，一个鞋就伊就滑头啊，滑头倒转去的时候，我正过来看水，伊当时我阿妈棍就甲吹的。已经有掌握土性脱槽人的行踪哈，那目前是往这个高雄的方向来逃逸了哈，那目前呢在全力追缉当中。检警发布通缉，并针对涂俊伟抢夺甲逃走罪行分案侦办。警方马上等于涂俊伟屏东的厝附近的厝边，表示伊是偷物件的惯犯。进来以后没有东西，他又跑到隔壁去偷，隔壁已经偷了3、4次了，隔壁偷了他也不愿意告他，习以为常了啦。根据警方甲法院的资料，72年厝的涂俊伟过去涉犯真济窃盗、甲过失伤害、诈欺、肇事多疑。法院伫108年裁定这寡罪做伙处6年2个月有期徒刑。原本伊的刑期打剩2档外，申请假释当中，而且表现真好，有符合资格，才会使去外口自主干活作业。自主监化作业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自主嘛，所以也没有在做戒护啦，或者特别看管的一个情形。看守所表示，除了涂俊伟，农场阁有2个自主干活作业的受刑人，为着厘清事件，预备先暂停出工。看守所嘛强调，逃走事件无影响未来自主干活作业。记者陈环宇、柯正俊屏东报道。保释总队的警察最近伫新竹的山区发现有一个农民拿饲2只自己保育类的野生动物红卡。农民是讲，伊是咧割草的时发现一个鸟仔树，才甲鸟仔卵炸断去，唔知捕出来的就是保育类的动物。严格警方也是甲这个农民移送法办。货柜厝改建的笼仔内，关着真多的禽鸟。保持总队日前伫咧新竹关西山区巡查的时阵，去笼仔内的鸟仔声吸引，意外发现内底竟然关着2只二级保育类野生动物蓝腹鹇。这蓝腹鹇？哦，母的蓝腹鹇呐，2只啊。母的蓝腹鹇外观有黄乌色的羽毛，警方翕相经过屏东科技大学鉴定，确认是台湾特有种蓝腹鹇。25号马上会同新竹县农业处展开搜索，救出2只蓝腹鹇。警方调查农舍是单身老农所有，伊自称伫咧山顶除草的时阵无顺利拍到蓝腹鹇的手，马上将手内的鸟仔卵炸弹去捕卵，并唔知影是保育类的动物，专案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经查，陈姓老农除草时不慎打到蓝腹鹇鸟巢，随即将鸟巢内鸟蛋带回孵化，并以家中其他禽鸟饲养。在铁笼中，台湾蓝腹鹇遭限制活动，无法在原栖地以族群自然生存繁衍。前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目前蓝腹鹇当伫咧由新竹县农业处收容检伤评估，日后才依法进行野放。警方呼吁民众捡到来路不明的野生动物或者是卵，应该报请主管机关来处理。若是有骚扰、虐待、虐捕、抬死或者是其他的利用，会使以野保法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科或者是并科6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新竹报道。台中市的交通局是开2000多万，伫台中236个等公车的顶啊，伫遮有设单车的服务顶，就是讲你饲铃了后，车就会停落来甲你载。不过真侪民众唔知影这到底是要安怎用，是要创啥的，而且看到公车来嘛是惯势用下手的。市府是表示，本地用意是要互行动无方便的人会当使用，因嘛要求公车司机要遵照灯号停落来载人客。看到拢是字的字盘，这位长辈讲，唔知影公车顶设这个用意是啥物？我很少去用这些，因为我没有看过啦。他看不太懂那样。就是不知道那在干什么。这就是台中市交通局伫公车单车顶设的服务顶，只要民众将想要坐路线梳理好码，顶面的黑市面板就会出现笑面，也是铃铛提示这条路线驾驶即站有人要坐车。也毋过实地到单车顶看卖啊，实际使用人数并无多，大部分乘客也是惯势会手叫车。因为这个是大家用这方式的人很多啊。用这种太少了，会不会怕公车司机那个没有看到直接开过去？对啊，就是自己招的话，感觉司机比较看得到。
客运业者表示，有的路段面板可能互路树也是空棒惹到，互驾驶无法度一看到变针。有的民众是持原先想要坐的路线，煞坐到其他的路线的公车离开，要毋过面板顶显示的原有路线无取消，互公车驾驶就算无人，也爱挖站延误时间。我都按，那谁先来我就先上车，我又不可能把另外那2条消除。也不能怪民众啊，事实3条路线都会到达目的地啊。为了轮椅族了哈，或者是老人家他在等车的时候，我们发现到马路边去拦车，相当的危险。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已经分做2期，伫全市有236座公车单车亭设这款的服务厅，伫有9条路线以上通过的站点设2般式的面板，其他是以7类导航的方式方便操作。虽然目前对无看到灯号的驾驶无法则，不过也会加强宣导业者应该配合灯号载客，民众也会当多加利用，发挥整体效应。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去嘉义县六卡乡的成丰米甲，这间米甲是对1932年开始做生意开始经营，一直到1998年产业落热时才收档。那老头家为着要保存这地方的基地，有配合文化部的计划，用3档的时间来整修。第2即天重新启用这米甲，不过这米甲即马已经是正做社区的工厂。日本昭和时代起的米甲，捌伫地方照顾困苦村民，经过3代经营，伫1998年停业。为了继续来服务在地，这间米甲整修了小工外。28即天重新启用，将做地方的艺文中心。大家有一个更多元阅读的空间，还有音乐空间，所以甚至以后如果有意愿办读书会，或者是一些他们自己有一些社团想要办的活动，也可以来这边。另外，咱六卡乡看一下成丰碾米厂较早的历史会当互地方交各方面农业、观光拢会当来结合。厝主配合文化部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征收3档，甲这间800档历史的米甲活发。内底唔但保存当初建筑的材料甲风格，佮规划3个空间，提供艺文甲休眠的服务。透过社区的一些我们六甲乡或者说其他地方来的艺文人士，他可以透过这个场域来呈现出文化的气息，让我们六甲乡的文化底蕴能够提升。乡公所表示，这间社区工厂会当成做地方文化的发展基地，希望带动更较侪六卡青年做伙打拼活化蒜头老鸡仔的产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文化要传承，有当时是透过文字，也毋过有当时文化是透过身体来做、来模仿、来传。台东的生活美学馆最近就伫新北市新增的文化部有进行一个展览，展出侪华东地区的传统文化甲技术，内底真侪物件拢是透过老大人咧做，经验传承咧代代传。遮尔幼路的衫甲帽仔是安怎做出来的？这个白胶整条一直刮到那个尾巴都不会断，这样。山水一直给它流，这样2天拿起来晒。这种纺织品拢是用人工甲金蕉扣做丝、赤成布才完成的作品。这是噶玛兰族的传统技术，因为学做就要失传。个眼睛要很出力看很伤害眼睛的。这个2个手也是要很出力，这边都会酸痛，会酸痛，所以年轻的现在都不想做。文化部台东生活美学馆即阵伫新北市新增的文化部艺廊，以毋是文字传承的文化做主题举办展览。策展人表示，希望透过这摆的展览，让大家看到这无文字记录所定根伫生活的文化。其实文字是一个符号的一个群体的符号的进入，对，那对在地的原来的居民来讲，其实他在做这些事情，他并没有透过文字的记录。老人家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主要就是因为他的族语的使用，我们没有办法跟他 connect 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会听不懂。那老人家会心疼我们，所以他会告诉我们，那你就先看着我怎么做，你就跟着做，然后你会慢慢的体认到这中间
我们在要求的是什么。现场又透过实作课程，邀请民众体验这个传统艺术安怎做起来的感觉是啥物款。七天前表示，除了希望民众认捌传统艺术，也望这款传统艺术会当伫现代继续以大众会当接受的模样传落去。记者郭文水新北报道。发展观光有当时会破坏生态，这是伫泰国正出名的景点马雅湾，因为观光伤过头发展，造成当地生态受到危害。进前就先封起来4冬，去年初才个重新开放。也毋过即马保育专家是发现讲，伫封起来时，鲨鱼的数量拢有增加，也毋过即马一开放了后，鲨鱼的数量随减少。所以马雅湾即马是规定讲，游客敢若会当伫深度到脚头湖的水域去活动，袂使落去游水，而且每一点钟拢会关制人数。水清如镜的海边，鲨鱼仔囝自在地耍水，民众相机摕咧，今日翕即个宝贵的画面。旅客介意的泰国小皮皮岛马雅湾，休困将近4年了后，去年1月重新开放，游客转来又搁意外又搁欢喜。有袂少鲨鱼仔囝出现伫即个海域，有要保护鲨鱼生态。马雅湾公布袂使上水的新规定。Yeah, I was thinking about that just because, yeah, they have to save it. If we would let people go, so we will destroy it. 为了袂当上水，游客嘛敢若会当踮咧海墘水脚头有悬的所在活动。码头到海边爱行栈道，通保护海沙保的食物。观光船嘛爱挖路停歇来保护珊瑚礁，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一切拢出现了真无简单。保护团体讲，马雅湾休困期间，互当地生态重现生机。不过因用无人机甲水底摄影机发现，鲨鱼的数量伫重新开放的前后有明显的变化。We have counted the highest amount of black tip reef shark, which is 161 shark at a given time, and that is in November 2021. And after it was reopened for a year, in November 2022, we have come back to try and use the same drone technique to count the number of shark, and we have an average number of around 20 to 40 sharks per day. 海洋专家讲，鲨鱼仔囝爱伫浅海边，才会当闪过大鲨鱼的攻击挖落来。因的存在对维护当地珊瑚礁生态平衡真重要。马雅湾恢复观光了后，爱另类化新，找到新的发展方向。If you can create and come up with the new image of Maya Bay as a nature reserve, as a strict nature reserve for shark, I think that it's actually going to bring new tourism scheme as well, and we're going to benefit from that overall. 目前马雅湾1点钟才开放予375个游客，规日开放人数无超过4000个。专家希望用舒适的管理方式，让人类会当踮马雅湾美丽的海景下，甲鲨鱼同乐。公视新闻曾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有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3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